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31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41个境外病例，创有史以来上济纪录。12月份的境外病例嘛超过400个，加在佫无本土病例。元旦连假的头一天，高速公路局预告今仔会上塞车，国道5号的车停会是普通时的5倍。香港歌手何韵诗将交保立场新闻2个精总编辑，佮继续收押。中国的外交部是呛讲言论自由毋是犯罪借口。新闻时代看咱过来，今仔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也毋过增加41个境外病例哦，是有史以来上济。另外，台北市一间防疫旅馆传出有3个人胃着病，81个接触者采检的结果有1个是阳性。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0例的本土病例，41例的境外移入跟0例的死亡个案。今天应该是说，今年以来这个境外移入的个案是最多的一次。那有关这个防疫旅宿的一个接触者的部分，目前应采的有81人，其中1人为阳性哦，就是按17099，剩下的62人是阴性。那4人检验中，那还有14人待采检。居家隔离者的部分，3个都阴性。那同楼层的这个回溯及限住旅客的部分，36人，待采有12人哦。那阴性19人，阳性1个，就是按17099。另外还有4个检验中。另外还有其他楼层的部分有34人，待采2人。那阴性是32个啊。那再来是员工的部分，8个都是阴性。再来看台北市伫大家和平公园设体检站，和平将会当坐防疫客停车来采检。台北市长郭文地早起嘛去现场视察，表示讲考虑要争取互高风险的检疫人员，唔免搁等5个月，会当先来做第3档的加强车。另外，中正区的防疫旅馆有3个人胃着病，市政府怀疑讲有可能是工作人员伫收本色甲送上餐的程序有问题，会邀请专家来协助检讨流程。台北市免路车做体检，即马启用第5天。透早就防疫客停车载检疫的民众来做 PCR 检测。台北市长郭文地甲副市长吴珊珊嘛去现场视察。根据市府的统计，为27到30。拢总有1292个人接受检验，其中1个人是阳性，其他拢是阴性。郭文地视察了后，讲目前初步看起来采检的过程是安全无问题。每一天上济会当甲800个人做采检，也若平均的量差不多是400个人左右。市府当地的考虑讲，敢是要甲中央争取互高风险的检疫工作人员提早做第3档的疫苗。因为目前这一些工作人员属于高风险我也在考虑要不要。因为目前中央是说第2剂满5个月可以打了，不过这样，也许真的我们找专家讨论一下如果对这种高风险的，是不是提早打？因若中正区的防疫旅馆出现3例确诊，敢是群聚感染？吴珊珊讲，爱等确诊者病毒的基因定数出来才会当确定。31会派人去做环境的采检，所落来会消毒，等7天了后，旅馆才会恢复运作。目前怀疑可能是饭店内底的人员标准作业流程有出问题。不见得是硬体的部分，也可能是工作人员他的收垃圾或者送餐的时候，他们可能有一些交叉感，认为还是人员的长期的那种警觉性消失了，然后他可能没有做好脱手套这种很基础的动作，造成了交叉感染。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可能性。吴珊珊表示，因应中央要求，伫咧1月初3进前，针对所有防疫旅馆完成环境的查核。目前市府当地咧赶紧做检查。英国台北市就有规定，每个月拢要确认一间饭店的环境，还佫有做检测，甲工作人员标准作业流程。未来嘛请专家来协助检讨这 SOP， 还佫有工作人员的动线来加强防疫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元旦连假的头一天，高速公路局预告，今仔是3天内底上塞车的一天。行国道5号需要时间会是普通时的5倍，所以民众要出门之前就要先了解路况。国道1号路南湖口的路段，我要到时速已经敢若剩20公里以下，身体系统嘛是车真济无好走。中部园林、南部公山嘛是拢呈现红色塞车的情形。高公局预告，12月31日下暝暝，会是连续假期当中国道路南车辆上界侪一天。其中国道5号按算会塞到过头去。
国五拥塞的状况，预计会从早上5点左右开始出现车多，那会一直持续到下午大概4点之后才会逐渐疏解。今天的交通量跟目前跟同期比起来，大约是多5%左右。那在下午的时候，南向还是会有一些拥塞的情形。未少走国道5号的民众是要去花莲甲台东佚佗，苏澳市区接苏花界的路段载起的车未少。公路总局4工处观察，苏花界伫透早5点就出现车真济情形，按算中道的是车流尖峰期，每1点钟的交通量会超过1000架。苏澳市区那边有塞，差不多30分钟、40分钟。花多久就顺顺的开过来这样子。对，这一次比较没有塞。公路总局预估，苏花路龙路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有差不多8000架通行的需求，甲去年元旦假期交通量来比，会增加22%。因应连假车较济，宜兰县警察局投入2600人次的警力，加强重要路段甲热门景点附近交通的疏运。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天气袂歹哦，真侪人拢出门去佚佗。武林农场最近梅花大开，所以一早就有真侪人拢去看花。山区的日跟暝哦，温度是真差真大，所以嘛提醒民众上山就一定爱穿好些。元旦连假头一天，趁着好天，中部风景区开始出现人潮。其中，伫咧台中的武林农场，已经有真侪民众要来赏花。车辆是为入口的所在一路排队，有的人甚至前一天就来报到。高雄来，小高雄来，来到这边不虚此行，而且风和日丽，蛮漂亮的。哇，粉红色的，它的白色一整片，你看好漂亮，好漂亮。你看树也是这样，好高，很长，雄壮嘞，而且淡淡的清香味。受到正前冷气团低温加雨水的影响，武林农场上青藏的梅树当地咧开花，目前花开3成，大约是粉红色、粉红色甲白色3种。预测盛开期为元旦连假开始到明年1月20号。武林农场指出，今年花量创这3年来新高，花蕊也是比以前搁较大，民众有机会拄到香气甲色水满满的赏梅季节。上千株的梅花主要分布在南谷，颜色缤纷多彩，有包括深红色的红牡丹，旁边的粉红色的胭脂梅，还有淡淡粉红色的韩红梅。武林农场表示，目前梅花主要是分布伫咧南谷的松林大道、青西园、桃花庄、林溪步道等等的所在。官方也特别提醒民众，山区的温差较大，日时高温会使达到17度，下晡3点过了后，气温会一路下降，低温大约是2度左右。尤其若是暗算要过暝，会记你早校衫，注意保暖。记者台中报道。再来看，昨台湾大哥大宣布，甲台湾之星买落来，2间电信公司计共已经超过976万元，6万的用户是咱国内第2大咯，嘛威胁到中华电信的地位。佮加上远传电信，这是国内3大的电信业者。台湾大哥大是嘛保证讲，台湾之星甲客户的合约未改变，客户的权益一定会受到保障。台湾台总经理林志贤伫2021年最后一个工作日开记者会，宣布重大消息，要合并台湾之星。我们也已经签下了我们即将合并台湾之星的合约哦，那要共组5G 台湾队哦。台湾台合并台湾之星，目的是打造台湾上大的5G 平台。用户数来看，中华电信以1065万户赢过第2名台湾台。按个比例，台湾台甲台湾之星合并了后，用户数会有976万，接近中华电信的用户数。台湾台董事会是伫30通过，用282亿以发行新股的方式合并台湾之星。本合并案换股比例为每1股台湾之星普通股换发台湾大哥大0.04508股普通股。台湾之星开台成功。台湾之星前身是联邦电信，2014年成并购微宝电信，衰去伫当年8月正式开台，是目前国内唯一无正式电信业者。台湾台合并台湾之星了后，电信市场重回三雄局面。
我们希望在2023年，成为这个科技电信业里面营收最大的公司，然后2025年成为这个所有制造业跟金融业以外消费性的科技业里面营收最大的公司。台湾之星的客人现在已经跟台湾之星签订了什么样的合约，我们全部都会 honor 这样的合约。台湾台并购台湾之星上海5G 中频用量会达到100 MHz， 正做业界上大，提供90%人口涵盖率加95%的信务涵盖率。不过爱公平会甲 NCC 两大主管机关点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经营超过30档的台北西华饭店，昨声明表示讲受到疫情的影响，农历过年过2月15要结束营业了。饭店会以围绕条例来申请登记。32年老饭店台北西华饭店特别关门啊！30暗时发声明稿，饭店已经申请围绕条例中间核准，加上疫情关系边境无开放，决定在2022年2月15结束。听到消息，不少房客拢真着惊，尤其这位资深房客上感觉，因为伊是自国际大名车奥运会毁了后，第一个达成带1000暗的人客。我是第2个达到1000个晚上的客人。早晨我看到这个新闻，说什么西华要 close down， 对啊，我吓一跳，倒也没有震惊，就说啊，连西华都要关掉。台北西华饭店1990年代成立。伫台北市民生东路3段晚上山机场有310间房间，是国际有名5星级的饭店。国际有名政要拢捌住过，包含英国前首相柴契尔夫人捌住过2摆，也有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翁某也捌住过。观光学者分析，大饭店人事成本悬，加上设备、客房内装，甚至是租金等等，这典型固定成本，员工是逐工咧烧钱。若无法度转型，伫主房率无法度提升的情形之下，无排除也有饭店会关门。是像西华，它本身的地理优势没有这么好的情况之下，对于他们在未来的营运上面，一直不断的入不敷出的长期负债的情况，那这个的确对于业者来讲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换。交通部观光局资料显示，去年10月全台饭店旅馆家数有3389间，2021年10月衰退做3367间。休困关门的业者有22间。有学者表示，目前政府规划透过补助方式，让全台一些饭店房间转型做社会主体。另外，除了改造防疫旅馆，要业者主动规划做企业办公室。在疫情冲击之下，另外找出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尼加拉瓜伫这个月初10，共同宣布甲咱国断交、甲中国建交，佮甲咱的外交管哦没收，要交予中国使用，是真恶质。咱国外交部声明表示讲，会来进行国际诉讼来保护外交财产。外交部强烈的谴责尼加拉瓜的独裁政权不法动用国家的权力来干扰我国合法转移外交财产，尼方进而侵占的重大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我方严正要求尼加拉瓜政府改正，我国会循正当的国际诉讼来维护我国的外交财产，我们一定会使尼加拉瓜他们负担国际不法行为的相关责任。再来看法务部调查局发现网络有网情的推销快台汽车，后来是发现讲哦，产品并无经过食药署的核准哦，嘛已经约谈2个人，嘛查扣产品甲生产的机械。在今年1月到12月间，一共分4波举行大规模的扫荡，分别在北、中、南搜索涉案厂商相关地点，一共10处。约谈李姓和杨姓等犯罪嫌疑人到案，并且查扣未经食药署核准的新冠肺炎快筛试剂成品，一共29762盒，试剂卡盒半成品109万具和自动生产机具1部。那相关涉嫌人均移交地检署来复讯。调查局提醒民众，要买快台汽车，就爱里面有卫生福利部核准的产品哦，唔当去买到来路不明的汽车，造成感染，也是讲验未准的风险。来看新的一年有啥物新的制度，对民众上有影响的，应该就是基本工资要起咯。卫生税、政府税免税额卖提悬，佮有啥物新制度，咱做伙来关心。下年的年假有不少民众安排出去佚佗，
迎接2022年，过来还佫有真侪有关劳工权益的新制度要上路。以加薪的角度来看，基本工资条悬，月薪变做25,250块，也若时薪是168块。若是讲劳工日日夜班，拢甲认定是工作时间超过正常的工时，就爱互伊加班费。另外要来斗打基本工资条悬，所以这个劳保投保的年资分级嘛会来做调整。职灾保险的平均费率会甲调做0.2%，也若劳保的年金请领年龄嘛会甲调悬1岁。法定请领年龄自107年起逐步调高至65岁，111年将提高至63岁。非保险人如果投保年次满15年，但尚未满63岁，可以提前请领，提前1年需减给4%。符合法定请领年龄而延后请领的被保险人，亦可领取暂延年金，延后1年可多给4%，最多可延后5年。另外，伫减税方面，基本生活费调悬1万块，综合税的免税额调悬到9.2万，这点是适用2023年5月报税。也若遗产税甲政务税的免税额嘛拢有调悬，伫2022年发生的案件拢适用。军公告缴付的退伍基金免税，并且佫有延长电动汽机车的货物税、牌照税优待。伫福利方面，会调悬低收入户的上计生活费。教育实习生的奖助金，还佫有汰换老旧机车这个补助，限制旅馆还佫有公私有的房舍转型做社体，业者拢会当有地价税、房屋税，还佫有租金部分营业税免扣。另外，修缮甲租金差额嘛有补助。过来嘛有考虑到国际疫情较严重，包含高中以下的学校甲幼稚园、大型的宴会场，拢总有26个场席的工作人员，拢都爱先有注2剂疫苗，避免疫情搁再恶化。记者综合报道。农历过年嘛，特别到咯，以早逐档拢真贵的白抢，今年因为进口的量有增加哦，绩效应该会真稳定。但香港产量虽然比去年减少2成，也毋过因为疫情哦，餐厅的需要减少，所以绩效嘛是稳定。最近哦，其实鸡卵的绩效是一直在起，即马1公斤大约就要44块咯。12月31过新历年了后，去过1个月就是旧历的过年。过年时啊，真受欢迎的白抢，绩效是一直在起。农委会指出，今年冷冻的白抢增加1255吨的进口量，5万会当稳定绩效。这样子的话，我是卖2只250块啊，但是过年的时候价钱会比较高一点点。对。那像如果到过年会多少？大年像过年像这么大只的话，一只可能就要300、300-400啊。业主建议民众会当改买人工饲的绩效较俗的金枪，也是南面台仔甲猪过鱼来代替。另外，年节一定会用到大香菇，今年其实是比去年减产2成。不过因为餐厅的需求量下降，所以供应甲需求是差不多。产地绩效10公斤是900到1200。会觉得香菇有比较贵吗？还好，还好。不过平常时啊，定咧食的鸡卵绩效算是真悬。入冬以来，因为日暝温差大，两价生卵的量减少，目前大卖绩效是逐台斤44块。但商表示，这两个量有受到影响，消费者嘛感觉讲绩效变较贵，不过需要用到就只好爱买。蛋源还充足吗？好像这阵子有缺，贵了6、7块。啊，会不会觉得吃不消？哎呀，生活吃不下也没办法，要买，还是要吃。农委会请产业做好防寒措施，让休困的鸡母继续生产。另外一方面，嘛请农商加强销路的调度。目前会针对各种农产品继续监控绩效甲供应量，加强调配控制绩效的变动，让消费者用上合理的绩效来买物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香港歌手何韵诗因为担任立场新闻的董事，和香港警方扣押36点钟哦，早暗交保，伊嘛伫面册报平安，宣布讲10月初2的网络音乐会会照常来举办。同款受到起诉的2位前总编辑，阁袂当交保哦。针对国际社会相关香港的立场新闻，中国外交部是呛讲言论自由袂当来乘做犯罪借口。香港歌手何韵诗，叫警方以串谋发布甲复制煽动刊物罪拘捕，互扣押36点钟。3日下晡5点45分，得到保释，行出警署。针对在场媒体提问，伊是无加做回应，敢若以双手合十致意，了后就坐车离开。同一天的半暝，何韵诗透过人面册报平安。迄天拄好是梅艳芳做记，
伊抛出因做伙翕相的相片，讲因家己并无孤单，嘛讲1月初2的网络音乐会会照常来举行。根据香港媒体报道，同一天得到报销的，也有立场新闻的前董事吴靄仪、彭明生。不过，洪起诉的政总编辑张派权甲林小彤，却是去互拒绝报销。結果經過咗一整日嘅等候同埋聆訊，就鍾佩權同埋林少彤兩個嘅保釋申請都被拒啦。咁呢個係即係令人可惜嘅。咁當然我哋都有咁嘅心理準備，但係都係當知道佢哋有機會要去到2月尾嘅時候先至係快啲啲好冇？係咯，放低啲。係啦，到2月尾嘅時候先至會有機會再見到大家，咁係令人傷感咯。香港立場新聞的事件引發國際持續地關注。法國外交部表示，伊是真關心政治發展甲言論自由，呼籲香港政府要保障並且尊重高度自治的香港基本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是呼籲北京甲香港政府要把這個拘留的媒體人士放出來。不過，稍後中國的外交部嗆聲，美國應該收起虛偽的雙重標準，停止以所謂自由之名干涉中國內政。新聞及言論自由不能成為犯罪行為的擋箭牌。在香港特區從事新聞工作，必須嚴格遵守中國和香港特區法律。因應香港局勢的變化，陸委會嘛強化人道援助的措施。香港、澳門的居民來台灣，甲居留登記的許可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增加在台灣讀碩士、博士會當拄居留的時間，已經完成法案的預告。當地報請行政院審查，會趕緊公告甲實施。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全球的病例數是比頂禮拜增加1成外，情況是真無樂觀哦。咱國內嘛已經有59例Omicron境外病例，其中有55例是突破性的感染。有醫師是認為Omicron這款病毒真高燒話，而且症頭甲感冒差無偌濟哦，除非做體檢，無是真歹發現。新冠疫情炭燒超過2年，到目前為止，全球至少已經有2億8500萬人確診，超過500萬人死亡。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賽在記者會表示，變種病毒 Omicron 甲 Delta 做伙滾價起來，恐驚會讓確診的病例數直頭增加。Right now, Delta and Omicron are twin threats that are driving up cases to record numbers, which again is leading to spikes in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I'm highly concerned that Omicron, being more transmissible, circulating at the same time as Delta, is leading to a tsunami of cases. 世衛表示，全球新冠確診的病例頂禮拜向增加11%，確診的人數創下新高，都是因為變種病毒 Omicron 甲 Delta 這兩種病毒所致的。若繼續安尼滾價落去，衛生體系恐驚真緊就崩盤。事實上，為指揮中心統計的數據會當看到國內帶病入境的個案內底，9月份累計有173例，10月份181例，11月達到183例，12月份累計是387例，是呈現成倍成長的情形。到目前為止，發現去為着 Omicron 的攏總有59例，有55例是屬於住過2冬了後也是確診的。Omicron 已經成做帶病入境主要去為着的病毒啊。第二台是病毒比較毒的，嚴重度比較嚴重，免疫不全的老年人、慢性病的這些人沒有接觸疫苗的人，這些人一定要很小心。它雖然 Omicron 是溫和，對你來講就不溫和了。醫師表示 ，Omicron 病毒的傳染性真懸，症狀無介嚴重，親像感冒同款。若感染了後，除非是做體檢，若無是真惡發現。即馬申請就要到啊，會有濟回鄉的人陣。確客較會接觸的所在，攏是高風險的場所。民眾除了接洗手、掛喙罨、自我防護以外，注疫苗也是會當預防重症甲死亡。記者綜合報道。美國總統拜登甲羅西亞總統普丁兩人昨有講電話，討論最近正緊張的烏克蘭情勢哦。有官員是表示講，拜登有警告普丁，若是羅西亞主動發動攻擊烏克蘭，要付出嚴重的代價。俄羅斯最近因為這個烏克蘭的問題，和西方國家的關係真緊張。擱佇俄方的要求下，美國總統拜登和俄國的總統普丁31天來做這個月第2擺通話，討論的相關議題。雙方講差不多50分鐘。白宮網站公布資深官員因的電話背景說明，表示講拜登提出2條路線，這都要看俄羅斯刷落來的行動來敲測。
一条是降低紧张的局势，甲外交途径；另外一条是偏重威吓的途径。假使讲俄方若是讲进一步来入侵乌克兰，安尼过来致使严重的代价甲效果，包含经济制裁，还佫有提供乌克兰的援助，含加强北约东边的军事安排。克里姆林宫的顾问厄夏科夫甲媒体转述讲，普丁有警告，便若是讲美国对俄罗斯来释出新的制裁，安尼可能过来致使两国的关系会破裂，会是一个重大的错误。Так, могу сообщить, что 10 января в Женеве планируются переговоры в формате межведомственной делегации России и США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я имею в виду российскую делегацию, заместителя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Сергея Рябкова и первого заместителя, речь идет уже 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госсекретаря Уэнди Шерман. 伫另外一方面，俄罗斯的外交部表示讲，俄国的副外长雷亚布科夫和美国的副国务卿雪曼会伫2022年1月7日伫日内瓦来主持双边的安全会议。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俄国甲北约刷落来会伫12来会谈。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再来看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发生树林大火，因为最近的风真透，火嘛炭烧到附近的徛家，至少有600栋的邻家厝风烧掉，6个人受伤。昨附近2个乡镇拢总是撤离3万外的民众，州长嘛宣布讲进入紧急状态。大火伫炭烧，消防人员救着水线拼命拍火。美国科罗拉多州最近一直发生野火，当地波特县阵风时速一度达到180公里，予大火炭烧真紧。至少烧掉包括饭店、购物中心等将近600栋的徛家。河南的城镇苏比利尔甲路易斯维尔各自要求赶紧撤离13000人甲21000人。Gusts of 110 miles an hour can and have moved this fire down a football field in a matter of seconds. Very little time to get out, very little time to even get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your life. 外国媒体报道，因为大火炭伤伤紧，互倒去电线嘛引起过来的较细火灾，加上强风，共款互火灾炭搁较紧，造成至少6个人受伤，送病院治疗。总计烧掉了1600英亩，差不多是647万平方公尺的土地。马河州长普利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This area of Boulder County is right in and around suburban subdevelopments, stores. It's like the neighborhood that you live in. It's like the neighborhood that any of us live in. And so 1,600 acres near a population center can be, and is, in this case, absolutely devastating. We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earlier today. 因为野火乌烟甲周围的城镇拢大条的，影响到开车，互撤离的民众塌伫路，无法度加速离开。州政府嘛已经安排国民警卫队甲警察等来协助撤离。另外，受到冬季风暴影响，有个当地暗时甲31的落雪，对拍火是真有帮助。国视新闻台是同编译。高雄第2日有人赛车弄死人哦，高雄警方这几天嘛展开大规模的执法，新兴分局短短4天就抓到16件的饮酒赛车哦，也毋过有几个驾驶讲伊是食姜母鸭，并无啉酒，甚至有民众讲哦，伊啉酒了困一暝咯，无想到讲早起出门上班哦，佮验出有酒精的反应。记者排队等酒测，无偌久就发现有民众食酒骑车。现在是酒后驾车，公共危险罪。小贵0.25。高雄2日发生严重的食酒洗车事件了后，警方这几天抓到足案的。新兴分局4天就抓到16站食酒洗车。最近是年底，有真侪民众拢会出外食饭，有袂少互抓到食酒洗车的民众，拢讲是食姜母鸭，阁有人是啉烧酒了后，阁骑电动脚踏车互抓。骑乘电动自行车酒后驾车，在刑法上也会触犯公共危险罪啊。另外，姜母鸭汤里面含有高浓度的酒精，在饮用后驾车一样也是会酒测值超标。对甲民众11个地书车号，警方每日都咧抓食酒洗车。3早中昼，林雅分局的警员伫4位3路甲林地路的路口，找到一个要去上班骑汽车的人，一测果然是有酒精的反应。昨天晚上喝多少？2瓶啤酒而已啊。自认过了1晚之后，酒精已经消退，不知酒测之后仍然超标，依涉嫌公共危险罪，移送地检署侦办。这几天是元旦的假期，有真侪民众已经安排行程。警方也提醒民众唔通食酒了后搁赛车，也唔通啉伤侪酒，特别呢过长工酒精也袂消化完，影响到行车安全。
另外也呼吁餐饮业者提供人客代替洗车或者是叫车服务，来阻挡接受洗车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一阵真爱鸟的人士第29号前往大细山林道去翕鸟仔，因路发现有3个掠鸟仔的陷阱，已经有5只保育类的鸟仔伫陷阱内底咯。因赶紧报案通知林管处，嘛甲鸟仔放出来，甲陷阱处理掉。林管处是表示，若是掠到嫌犯哦，会以野保法来处罚，相当是当判关5档。鸟仔丛内底藏了几个诱捕笼，详细一看，内底都已经有鸟仔被困掉的。民众紧日通报警方前来救援。总共有3个鸟笼，然后鸟笼里面都有一只诱捕的鸟在那里，然后其中2只是黄山雀，一只是那个青背山雀，但是那个鸟笼看起来都不是新的，所以相信这个行为可能那个捕捉人可能以前就有做过。这个月29号，电线是甲一群爱鸟的人士前往大雪山来翕鸟的生态。不过，伫大雪山林道22.5公里处，发现报刊的骹挂了几个诱捕笼，内底被掠的除了有4只是青背山雀，还有1只黄山雀，分别是特有亚种甲保育类的留鸟。有一些鸟店呢，它会违法的贩卖一些就是不当管道获取的鸟儿。当时林管处的护管员甲警方将诱捕笼拆落来，看卖遮的鸟仔并无受伤，当场野放，嘛将诱捕笼甲销毁。拍鸟俱乐部表示，当天除了有过境的候鸟，留鸟嘛迁徙到中间海拔，意思是有计划性的拉捕。当时林管处表示，嘛将会追查行为人，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金。当时林管处表示，将会加强大雪山林道的巡检工作，嘛呼吁民众，若是发现非法骚扰或者是虐待，使用限制来拉捕野生动物，拢会紧日来通报救援。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前一站有志工伫台南市侧保育区，甲树林的鱼蚊仔发现有8只乌面腊杯受伤，其中有3只已经死亡，另外5只治疗了后恢复健康了。今仔早起嘛野放这5只乌面腊杯。一拍开箱仔5只乌面腊杯，一边看环境，一边真细腻的出来。其中1只见兴奋的马上飞走。这5只乌面腊杯今年12月是肉毒杆菌中毒，经过治疗了后顺利康复，因此31号嘛正式野放。目前为止，大概60%的黑面琵鹭，渡冬的黑面琵鹭大概都有来台湾。那我想说，这个族群日益扩大，那表示我们保育工作一方面做得还可以，第二个我们还需要更精进。事实上，今年乌面腊杯来到台湾的数量嘛创新高，但是野鸟协会统计显示，到11月为止，全台数量总共有3300只，光在台南市就有2700只，而这个数据嘛是比去年同期搁较悬。主要的原因就是气候的影响，甲番湿地护育良好。11月、12月的数量来看的话，大概都已经超过去年的数量了，所以我们预期应该在1月份的国际的普查，整个算出来应该会比去年会多很多才对。韩国他们繁殖区的提供的资料，他们也是觉得他们的今年的繁殖率还不错。遐边乌面腊杯感染肉毒杆菌发生死亡的状况，有一定嘛呼吁民众，若是有发现乌面腊杯活动力较弱、无法度飞，甚至坐伫地面明显无共款的状况，请通知电话叫来协助，缩短救治的时间，提高乌面腊杯的存活率。记者郑混淡报道。云林北港的新港里是北港人口上侪里，县政府本地是要拨150万的经费来增加公园的设备，也毋过因为疫情受到影响即马是顺利解决，嘛已经发包了。过年了，附近的大人囡仔就当去公园佚佗运动了。来到北港镇新街里的儿时公园，平时都有真侪民众会来遮散步运动。嘛因为新街里是目前北港人口数上侪的一个里，公园的使用率悬。原本规划先增加娱乐和体健设备，却因为疫情和物价波动转卡关。真好啊！讲有当囡仔拢来遮走，无险样佚佗。伊这件案件是差不多伫今年咱就设计完成，但是因为刚好这2年多疫情关系一些工资的还有一些材料物价都上涨所以它的经费大概会再增加大概34万
关务处表示，20公园水域入关，为着让周边的居民会当有更舒适的环境，原本规划150万的经费来增加游乐和体健设备，但因为经费不足，一直无法度来发包。现在关府提供补助经费到180万。希望规个计划会当顺利推动。今年的7月才提出，然后因为设计的部分就是由里长还有周遭的居民根据这一个儿时公园的需求，所以他提出大家共同参与提出来的设施也就是有游乐设施还有体健设施。北港镇公所表示，儿时公园附近的人数和户数愈来愈多，而且少年人和囡仔比率悬。希望提供经费会当顺利发包，上紧会当在春节过年后，就当让儿时公园成为亲子活动的场域。记者为你报道。桃园的少年之家邀请艺人、甲球车，佮有专业的作弊团队甲少年之家囡仔做伙伫大楼的墙来画图创作，要鼓励这囡仔唔免惊面对困难，爱把握改变的机会，找到家己人生的方向。伫壁顶悬画图，为新厝换新装。伫桃园北极区的少年之家搬厝满1周年，特别邀请艺人小马甲都市记号画壁团队，带少年之家囡仔斗阵创作，同时要发挥路外球车，加入这摆画壁行动。画是爱心跟那个十字架，是想要说，就是来到这里，就是可以跟自己的灵魂说话，这样。他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那他们可以改变他们之后人生要走的道路。我觉得他们本性都不坏，那其实他们有改变的机会。那人生很长，每个人都会犯错，那也值得有第2次的机会。然后虽然没有办法选择原生家庭，但是继续找到人生的方向，这样。三位路外球车也伫座谈会顶悬分享海外拍拼的心路历程，甲面对困难的处理态度，也勉励这囡仔把握改变的机会，找到人生的方向。不要锁定在过去的痛苦当中，更多的时间是要放在于说，痛苦过之后，我学到了什么。执行长张正熙表示，透过这摆跨界合作，不止互囡仔了解人生难免有困难委屈，唔通看轻家己，爱学晓跨过去。也强调少年之家永远是这群囡仔人生当中上稳固的避风港，希望因有能力能将爱传出去，回归更较侪人。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文化处超过3000件的典藏作品最近选出39件，伫屏东的演武场来展览展场的空间，佮有展览品，拢有真特别的设计，咱做伙来看卖。伫光线头前比手势显示出多样，透过实际操作了解工艺变化，佮有配教戏和刷画体验。伫屏东演武场正进行有影无影虚实空间的特别展览。以雕塑、版画和工艺空间做3大主题，呈现艺术的创意。我们谈到艺术，可能比较常联想到的是绘画，就是油彩啊、水墨啊，或者是水彩。对，那其实艺术还有牵涉到空间虚实的变化，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就以空间上面的变化去呈现艺术的里面的风采，还有艺术里面的知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的关注面和客家等等的文化典藏超过3000件。这摆经出39件展出，另外也配合艺术品设计体验活动，利用作品和工艺之间的变化，增加参观过程的互动性。这一次我们的展非常特别，是我们从我们自己屏东文化处的所有的典藏品里面然后把这个雕塑，还有版画还有这个皮影戏的一些展品，大概有39件，利用空间的一个概念然后测一个很适合亲子一起来动手做或一起来看的一个展。屏东演武场这摆有影无影虚实空间展出到111年2月27结束。展览的期间办设出故事剧场，有手工体验课程，真适合家长带囡仔做伙参与。伫艺术和工艺的游戏当中，哪耍哪学习。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嘉义伫起的观音水墙，因为9日地震甲800水灾伤害已经封起来22档了，这几档开始征收。观音水墙风景区按说明年的10月7日开始，就会当预约参观了。伫桥顶欣赏水墙，嘉义县伫家乡观音水墙风景区，因为风台甲地震封闭22档，
明年元旦开始，逐礼拜五、拜六、礼拜开放试营运，一天2梯次，民众会当哪看水墙、哪啉咖啡。空气好，风景好，咖啡又很香，真的是难得的出游的一次。整理这个德行大坑这所在，海拔整理1000公尺左右。观音水墙风景区已经是全国知名的景点，因为921地震甲888水灾造成崩山无法度搁入来。经过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嘉义县政府甲嘉义市嘉义行政团总共开1亿8千多万来整修，这个所在才通搁再开放。是那人间仙境的啊，的感觉啊，迄个有伫遮过来，就是讲这个大森林的感受啦。目前先1天2团来遮试营运啦，以后吼。嘛是往过无开放，大家来呢。目前内底的路搁真下，人上座会较恶小闪车，管理单位则使用预约的方式来开放。船长表示，民众预约的时阵，内底嘛有规划一寡行程，希望透过观音水墙的开放，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台湾的新生境掌中剧团，招单全台湾7个剧团3年底大戏服务英雄帖再现白光剑，这是全台湾头一次有传统手路，佮加上动画甲灯光的技术，真无共款的布袋戏哦。咱做伙来看卖。对石能吸收天地灵气，破壳而出，正做一只叫红罗刹的妖灵，准备大闹天界，小偷万气。红罗刹化作肉身，危害人间，为忧国路英雄团结服务，才通太平盛世。这摆是一个真大的突破，布袋内底有讲忠孝节义，啊有的可能是兴业正义，啊那这次我感觉有一个中心思想，因为团结。那希望我们开发一个 B2C 的商模，然后如果这个商模它成功的话，等待的是国际的观光客回流的时候，它可以像是越南水上木偶剧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形式。那每年固定的时间呢，特定的地点都有人进来看戏。编剧导演朱尚普发挥动画专长，阿兄就伫台顶人红啊，传承新盛景掌中剧团第1代团主的心愿。唔那光雕布景显目传奇，就连外台戏的戏台也规个搬入台北西门红楼，呈现英国内台戏园布袋戏上界繁华的时代。上海就是全国所有老中少都联合在一起。叫一寡新观众出来，会解即个艺术的人吼，会来从事即个行业的人吼，伊袂惊摇巴肚啦，巴肚下下个按呢，因为这是伊的兴趣嘛。这出由新盛景掌中剧团率领的服务英雄帖，用显目的动画加灯光技术，招南北二路加强7个布袋戏掌中剧团参分林在地打击乐团，对2021年底小耍4天团结演出，期待发展做固定形式地点的常态性表演模式，和传统艺术新年也有新风貌。记者民警林学凯台北报道。咱来看台南市内的大观音亭哦，有350档的历史咯，是丰西观音佛祖。庙里为门神哦，那才是大家真严重，最近嘛已经整修好势咯，咱嘛做伙来看卖。台南大观音亭观音佛祖庙是坐北往南，庙门受到风吹日晒，致使庙门的门神受到严重损害。庙方决定要将2、4门拆落来整修，用以旧修旧的工法，让门神回来本地面貌。互这个门神来讲的时候，安好了后，互门神就位，门神就位了后，会当保庇咱信徒出入平安，会当保庇咱民这个民众咧，伫遮咧会当安稳吼。趁着甲门神拆落来修复的时阵，针对行拿尊者韦陀菩萨的彩绘手路进行稽考。根据上新的资料，针对1前5届重新提出稽考事证，即对行拿韦陀门神是进前捌到过新团长江继瑞丁清照老师伊在生进前的作品。咱一般的修复的方式，拢附照如叫尊重原来作者伊的原作品，来做修复。所以你看，这来讲的就是丁清池大师哦，进目前的考古啦，丁清池大师的作品。那么伊来讲的时阵，
咱若认真去甲看吼，伊是小可有立体的，是描金线的方式啦。哦，迄个线条哦，迄个线条是浮的。虽然门神本地香烟卡真高受到风吹日晒的损害，不过透过分子保存的方式，让门神回来本地面貌，也让具备历史意义的丁清石作品继续用接近现代的方式保存伫台南的大观音亭。记者综合报道。时代的进步，即马表示高级精修，毋但爱有传统的艺术，嘛拢会使用一寡科学议题来教三工哦。咱来看台南的国定古迹大天后宫，有一寡真珍贵的壁画，拢有壁岩哦。透过科学检测甲修复，已经豆豆恢复伊原本的模样咯。徛伫壁画前，团队利用热影相机器来检测壁画温度敢有正常。这里看起来连续，这里看起来。温度较高。因为即北陈玉峰大师的壁画，有的彩绘已经腐去啊，壁内底盐分甲拍粒拢是造成彩绘损害的原因。要甲修复，亲像人咧敷面共款，因开始伫壁画顶面膏面膏。敷泥的材料，这材料最主要就是咱这盐分透过咱这水来吸收出来，吸收出来以后，伊会走在咱这个脱盐的材料面顶。台湾艺术大学甲台南艺术大学团队，这3冬来一直伫大天后宫修复壁画，遮拢总有30件北壁画，拢受盐害，就是咱讲的壁岩。团队为着要解决，利用各种科技甲机器，了解壁体成分，阁有水分甲盐调伫倒位。阮上长的时间，捌脱到60-70遍。咱袂使讲哦，咱为着要互伊水啊，咱就一搭挂落来修理好。啊，咱修理好，你可能咱讲的哦，治标不治本，安尼就是无伊的效果。大天后宫是台湾第一座官方起的妈祖庙，是国定古迹。正常的修复，大部分拢是定画，无几冬就又搁腐去。从民国82年到这时，骨力厝的修复拢无可能断紧。啊，即次看会当按即个脱盐的即个工程，甲即个壁画拢总做好势。这个匠师。哦，这画师因用的材料、因的技术、因的美感，其实甲咱即马完全拢无共款。啊，所以其实阮拢希望讲，尽量咱来保留落来。除了甲壁画脱盐重新修复，现场嘛有进2台负离子产生器，利用负离子去甲油烟污染物，壁画地当维持清气，袂阁乌去。台湾的文字保存观念已经对古迹修复升级到管理甲维护，运用最新的科技来保护庙寺的文化资产。文字处会推广到其他所在。记者陈嘉文、大伟做台南报道。哈利波特电影已经有20档的历史了，当初的囡仔名册嘛拢已经大汉咯。最近因登去伦敦拍片的时去的魔法学校，阁有靓仔病，嘛来分享伊以早拍片的故事。Did you ever make anything happen? Anything you couldn't explain? 演《哈利波特》的雷德克里夫自2001年接这角色时阵才11岁。这部奇幻冒险电影伫10年之间推出8部系列电影，红遍全世界。观众也看剧中的囡仔经过各种的磨难大汉。20年了后，因受邀请重回霍格华兹魔法学校团圆，一切拢真熟悉。Every part of my life is connected to Potter and to Leavesden and to this place. Like my first kiss is connected to someone here. My first girlfriends were here. Like the first, everything I can think of is that related right now. But it all spirals out from the Potter set somewhere. 老好手已经32岁，雷德克里夫即马看起来较大条。介年会共款伫剧中演荣恩的鲁伯格林特是做爸爸，甲荣恩小恋演妙丽的艾玛华森，这几年事业成功，已经有正野爆的成绩单。Some of us haven't seen each other for years, and so it's just been a joy. Yeah, and like an unexpected joy. I really didn't know how it would feel. I felt quite overwhelmed this morning, and then I've just been really pleasantly surprised by just getting to relive it all. 对导演来讲，伊打造出来魔法学校一景一物拢有难忘的回忆。As a director, you're on these incredible sets, so you
you walk into the Great Hall one day, you walk into the Chamber of Secrets, and as a director, it's the greatest playground in the world. 电影当中的主要演员，登去到魔法学校，重返共同行过点点滴滴，每一个拢真感慨，因背后各一个看无的英助力。It's a strong bond that we'll always have. We're family, and we will always be part of each other's life. 公司新闻展会变朋友。因借2022年来看世界上正出名的跨年活动，美国的纽约时报广场，除了全世界上大了的水晶球，咱们来看因跨年活动的彩排，先来感受热烈的气氛。材料岛头上的声音纸片一直喷出来，飞伫广场的空中，明明也未到2022年，那就伫岛头上啊！这是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下年活动的排演，除了正正替换192片水晶球的灯片。活动阁有传3000磅，差不多1360公斤的彩色纸片，加现场的跳舞表演。It was amazing. I love it. Yeah. Today was spectacular. We tested the confetti, and of course, the first time it was going the wrong direction, down to 34th Street. But by the second and third time, we got it perfect. It filled the sky in Times Square. People were cheering, cars were honking their horns going by, and we're ready for December 31st. 美国排演下年的秘鲁是请当地萨满伫首都利马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山举行仪式，用不同国家领袖的相片，有切2022年的新年运势，其中有切到会有经济危机、甲国际冲突的继续，还有疫情可能会用温和的方式导到消息的生活。Va a haber una crisis mayormente en el lado europeo. En el lado europeo. Hemos hecho visualización mayormente el problema que hay en la invasión que iba a realizar el gobierno ruso a la localidad de Ucrania. Pero no se va a realizar, hemos visualizado entre varios maestros y no se va a realizar la tal mentada invasión. 那是巴西是有589的信徒穿着白衫，组织伫里约有名的科帕卡巴纳海堡，向海洋旅行献花甲礼物，祈求未来一冬的和平甲健康。望会当伫2022年，互全球拢摆脱新冠疫情。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1度。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